继续要来关心提醒，今日若是经过大高线苏花公路，大家特别注意，因为今日半暝啊，大高线苏花公路148.5公里的所在，小连线上大雨，引起崩山的情形，大陆石头龟连落来，甲路塌掉咧，影响交通。烦恼发生事故，警察随来到现场管制交通，嘛请公务单斗3共清石头，总算咧伫1点半钟后恢复南北二路双并通。 讲到风台，即届真佳哉，白鹿风台随往扫位屏东来，也毋过佳哉无对咱台湾引起真大的破坏。拜六下午，资深艺人杨庆煌伫咧翕戏的时，伊的车嘛去扫到风台尾，因为伊甲车插伫台北市一个停车场内底，无风无摇煞倒大樟树，喊到伊上百万的轿车，车顶砸风玻璃拢必损。迄当时边仔嘛有2台车去互树仔跌着。事后杨庆煌伊讲，天管处的人来协调的时，拢无讲到赔偿的代志，一直烧的。 提责任互保险公司，若天管处嘛出来画冤枉，讲赔偿的代志，抑搁伫咧讲，绝对毋是要放互烂。停车场内底所有的车拢停甲好好，但就伫咧下1秒，后壁的树仔煞来倒去，规丛直接缀伫咧头前的3只车顶悬。若边仔即台蓝色的轿车，就是艺人杨庆煌的车。 工程人员赶紧锯断树仔，要将风地着的车刷出来。杨庆煌安怎嘛想袂到，只是去附近拍戏，车就来互树仔底歹去，车顶阁底甲变形，连后壁的玻璃嘛拢总出去。打买4个月的车，煞变做安尼，互伊感觉是真无奈。我大概11点10几分收工，我那个时候可能会坐在车子里面，那这个灾，可能就我在里面承受到了。这张差不多有5层楼高的树仔，差不多有100岁。 可能是因为感染到细菌病，受紧烂去，佮加上24号白鹿风台来，伫咧台北嘛有真强的风势，才会来倒去，底歹停车场内底3只车。但是杨庆煌甲其他的车主做伙来指控，讲负责处理的停管处完全拢无讲到要赔偿的代志。没有跟我讲，是跟他们联系，没有跟我个人讲。我们真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保险公司来跟我们联络，也没有。 任何一个单位有告诉我们说他们会来确定负责这件事情。对着指控，停管处嘛出面来讲，迄天有来到场关心，嘛有赔偿的打算，只是一切还搁咧处理。因为这个树非常庞大，那我想先处理这个现场的东西，理赔这件事情我们后续再谈，绝对没有所谓互踢皮球这个问题。树仔倒去的意外，底歹了艺人的车，即马受害3个车主，敢若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赶紧出面来处理。卖互赔偿的问题一直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